到日即次台南市安南区市员选举的参选人蔡立青，伫民进党电话民调初选当中，以0.3163的分数摕下该区上悬支持。为感谢选民疼惜，蔡立青自顶礼拜就开始展开社票行程。27日下晡，蔡立青美女助选团就要来到富安路，用热烈舞蹈感谢大家支持。蔡立青，感谢你，谢谢大家。立青是新人哈，在安南区没有基本盘，所以在初选得到好成绩，就表示说有非常多的安南区的市民朋友，很支持立青，那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成绩。所以呢，这1个礼拜以来都是不停的在扫街谢票，包括之前做的我们的啦啦队谢票也要，脚踏车队谢票也要，就是用比较全面的方式来感谢所有安南区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庄脚基本盘在哪里。那这样有这么好成绩，表示大家都是很认同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很全面的来感谢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新人。这次安南区呢，给新人一个机会，留一席空间给新人。虽然是新人，伫安南区无基本盘，不过因为蔡立青是出生在安南区，做人客气又有能力，一出来选举就得到袂少选民的信任和期待。他言出必行啊，嘿，迄个讲会到做会到，嘿，因为民调伊的初选有对啊，嘿嘿嘿，有照实行来行。你有甲支持吗？有啊。有吼，阮迄个拢嘛支持伊啊，系啊，伊安南区人，我知影土城遐人。除了这次伫富安路的社票行程，27日上午7点，伫安明路甲本田路口，同款嘛有一场商务社票活动。市员参选人蔡立青希望大家伫年底选举会当继续栽培，予新人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